湾连4天本土病例拢来破百，而这个危机的时刻，地方的庙事嘛协力来渡难关。台南北门三寮湾的东龙宫来宣布，3年办一届的王船造招缩小着规模，取消着示警甲进香，就惊这个人群若拢吸过来，有感染的风险。 台南北门的三寮湾东龙宫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，每到3年1考的造就庆典，庄仔内拢真闹热。不过这个景象今年看袂到啊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庙方决定取消绕境甲进香的活动。礼物千岁的圣诞哈，讲起来实在是阮上闹热的日子啦。啊，不过咱这边咱知影讲，咱的疫情发展得很快啊，这种计划不如变化，所以阮吼。 也是决定遵守政府的政策。去年4月15日是礼府千岁的圣诞，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会缩小规模，袂进香，嘛袂去庄仔内游景。要去东港哈，还有去学甲，还有去南昆生在天府，我们也是说顾虑到人家那边的有什么顾忌哈，不想太麻烦人家，所以我们也主动就这次就暂停。 庙方嘛设一个唯一的出入口，方便管制人数，同时嘛提醒乡亲来挂好喙罨，遵守防疫规范，大家共同打拼，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。